Hello，我哋繼續。今日佢喺度諗緊啲乜嘢？Princess Sword 寶劍公主，我哋一樣抽到係正面牌。佢唔知點辦，點樣對你？佢認為佢同你之間唔存在咩好純潔純正嘅關係。佢同你之間實在太複雜，太複雜。偶然間你哋覺得覺得比較 OK 嘅嗰一段時間，佢都認為比較亂，佢嘅心好亂。佢喺度嘗試緊睇下點樣控制你，嘗試緊睇下控唔控制你。但係佢嘅思路實在太亂啦。佢感覺同你有啲盡有死胡同，同你有啲盡有死胡同。佢覺得佢要控制你係好似有啲無力感，好似有啲無力感。你哋關係好亂咩？你哋關係，佢覺得佢，我覺得個牌面一點係最嚴重嘅。佢覺得入錯咗門，佢覺得入錯咗門。換句話講係揾錯咗方向。呢一點我都覺得比較嚴重啲，呢一點覺得比較嚴重啲。佢覺得係你哋關係之間好似有啲霧咁。如果係你覺得同佢係好安靜嘅，好正常嘅，好安靜嘅一個關係嚟講，如果你係覺得你同佢之間冇乜衝突嘅話，你覺得，但係對方咁嘅心態嘅話，咁你哋嘅一個對段關係嘅認知係真係唔係個水平線上。安靜之中存在不安，但係佢嘅一個認為係你哋不安，你哋嘅關係好混亂，你哋喺混亂之中，有時佢乾脆休息下，有時佢乾脆休息下。佢覺得佢喺你心目中嘅自我形象係好一般化，係咪咁？佢覺得佢喺你心目中嘅形象係好一般化。佢唔係提高自己嚟適應你，而係諗住憑佢而家嘅條件，憑佢而家嘅一個優勢，係點樣控制你？佢想跳出個框框，佢想跳出你哋關係嘅一個框框，
注意下啦。如果係你都係覺得你哋關係比較亂嘅話，咁你又冇問題。其實你哋都係諗住點樣一個修補你哋嘅關係。但係如果只有佢覺得你哋關係亂，而你又唔知點辦嘅時候，雙方可能會因為對段感情嘅一個認知達唔到對方嘅要求，要消失一段感情走入死胡同。作為你嘅伴侶，佢會衡量你會唔會改變佢而家嘅生活結構。如果係咁樣嘅思維嘅一個對方，一個伴侶，佢其實好細心，佢會諗到未來，佢唔係諗到目前。佢亦知道你唔係一個玩玩地，佢知道你唔係屬於玩玩地，但係佢感覺係走唔入你嘅內心，佢感覺走唔入你嘅內心。你哋之間嘅一個有啲問題，你如果係冇逼佢嘅話，但係對佢嚟講就有咁大壓力。如果你逼佢，我諗佢真係唔知點樣講喺你關係之間相處。從畫面睇，佢採咗咁多措施，採咗咁多辦法，我或者可以睇到喺今日佢上嚟嘅時候，佢唔屬於一個幻想嘅一個類型性格，佢冇幻想未來，佢係有好具體嘅方法，佢冇幻想未來。或者甚至可能佢喺度反覆確認緊一件事，如果冇咗你嘅話，佢會唔會反而係會鬆翻啖大氣？感情入邊有一個真理，揭露對方、揭示對方、揭示你嘅關係，係一種懲罰自己、懲罰對方。未走到一步嘅時候，未揭露真相嘅時候，你哋其實對我情有幻想，到咗揭露嗰一步，到咗他人講嘅嗰一步，對雙方講到懲罰。